嗨，大家好，我是汤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聊個故事。最近上了熱搜的魚和玉。什麼叫魚和玉？這個對我來說是個考驗。兩個麵館打起來了，一個叫玉見小麵，一個叫魚見小麵。玉見玉，玉道見，玉見小麵。那還有一個麵館叫魚見小麵，魚是重慶簡稱魚，我經常也讀成玉，所以說對我來說讀音都是差不多。但是這回被玉見小麵給告了，這是怎麼回事？最近玉見小麵告魚見小麵上了熱搜，各大媒体都在報道。中國新聞週刊6月15號報道說玉見大失誤，還有媒體報道叫玉見小麵起家於市井，反噬於市井。客單價近30元的連鎖餐飲巨頭對8元一碗的街邊夫妻店面進行了一場法律訴訟。近日，一家位於南陽叫魚見小麵的夫妻店收到法院傳票，原告是中式麵館第一股玉見小麵，案由侵害商標權，索賠7000到8000元。視頻一傳開，玉見小麵資本傲慢，店大欺客，瞬間刷屏。短短幾天後，劇情迎來反轉，玉見小麵緊急撤訴，創始人宋琦凌晨發文致歉，並把玉見小麵的商標無償贈予。你看我這個有點像繞口令，大家多多擔待，腦補吧。當喧囂過後，這場離譜的商標訴訟依然值得追問。中式麵館第一股為什麼會盯上一家毫無競爭關係的夫妻小店？這個玉見小麵好像是在香港上市了，市值現在好像20多億吧，對一個夫妻店痛下殺手。那麼是不是這個魚見小麵一家被玉見小麵告了？不是，我看有媒體報道，排名不分先後，山東東營市廣饒縣廣饒街道海榮玉見小麵已被判賠8000元，後更名被最終注銷。山東你看環台縣玉見小麵起訴更名後，被起訴以後更名改成環台魯見魚小麵店，最終注銷。成都市新都區這個什麼玉見小吃店因店名讀音相近被起訴。重慶市巴南區譚陽餐飲店被起訴前商標侵傳。東莞市長平魚見餐飲店2024年4月開業，2026年1月注銷，4個月後仍收到起訴傳票。也就是說，被港股上市公司中式麵館第一股起訴的還有很多。根據玉見小麵律師表示，這個兩家店鋪注冊的商標整體相似，4字商標中有3字重合，也就是見小麵這3個字是一樣的，一個是玉，一個是魚，讀音相近。像我這樣的人就容易搞混，說此商標极易導致相關公眾混淆錯認，已構成不正當競爭。原告方律師稱，撤訴需要賠償7-8千元。也就是這個魚見小麵的餐館夫妻倆就收到了上市公司中式麵館第一股發來的律師函，已經起訴了，法院的傳票到了。你要想讓我們撤訴，你要賠7000到8000元。如果不撤訴，那就咱們法庭上見。魚見小麵的老闆娘啊，她說我就是重慶人，賣的是重慶的面條，所以用魚字，字音讀音字形都不一樣，我沒有刻意模仿你們來賺錢。對此，被告方魚見小麵的老闆就是毛女士，在河南民生頻道民生大參考欄目中採訪中解釋他說我8塊錢一碗的麵至少得賣1000碗，這1000碗還有成本，也就是這1000碗都白賣了，還賠給你。毛女士的此番哭訴一經報道，迅速引發熱議，其中不少網友質疑玉見小麵作為知名品牌，有碰瓷小微餐飲店之嫌，而且多次對小餐飲店維權，有恃強凌弱之嫌。實際上，回溯玉見小麵的維權軌跡，不難發現，這並非該品牌首次對小微商家提起商標侵權訴訟。
且沒有像對南洋夫妻店這般輕輕放下。企查查開庭公告數據顯示，近年來余建小麵曾多次作為原告身份，以商標侵权糾紛為案由向小微餐飲發起訴訟。山東東營廣饒縣海榮裕建麵館等等，剛才已經念過了。所以這個網上一邊倒的，先輿論說眾說紛紜，但是後面慢慢的輿論一邊倒的開始指責這個裕建小麵，而且網上發起了一股抵制裕建小麵的、抵制去消費的這麼一個动向，所以導致裕建小麵的創始人宋琦一看这個事情大了，6月15號，裕建小麵創始人宋琦再次發文回應，以終止和外包律所的合作，並呼籲商標保護工作科學良性展開。同時，裕建小麵決定將已經註冊的第35類余建小麵商標無償贈予余建小麵，可供其不用改換招牌而放心使用。如需繼續申請第43類商標或還有其他方面的需要，裕建小麵也很願意提供必要的幫助。但是舆論並沒有因為這個創始人宋琦道歉而平息，所以這裡我們也再聊一聊遇上余建小麵是怎樣的一場滑鐵盧。這個事情當然我們要從2個方面來說啊，一個是侵權，再從法律角度說，一個叫什麼？叫民生，有關於道義，有關於恃強凌弱。大家也知道，像這種上市公司啊，尤其是中式面館第一股，他們連鎖品牌，他们肯定很重視自己的品牌，这個沒有錯。連鎖經營專家李維華告訴媒體啊，他說啊，企業構建商標護城河屬於常見行為，可以避免競品利用獨陰相近惡意蹭流量。這個我們都能理解，因為這是保護商標，保護自己的權益。裕建小麵啊，他就把很多跟裕建小麵相關的這個字或者是圖案等等，跟它商標相關的容易模仿的，包括這個字，它都給註冊了，所以余建小麵就被裕建小麵也給註冊了。但是這個余建小麵被他註冊了，成為一個什麼？對他的權益保護是什麼？這個眾說紛紜，有人說什麼第43類，有人說什麼第多少類，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要知道裕建小麵它作為連鎖麵館，作為上市公司，它有權利對自己展開一種保護護城河，避免別人裕建小麵火了，那我跟你的競爭對手我也搞個裕建小麵，或者跟你相近，利用這個我來跟你競爭，或者是吧侵害你的權益，那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說裕建小麵從這個角度來說，它保護自己沒有問題。大街上的很多小餐館，你比如說余建小麵南陽的這家，那他到底有沒有侵權？我想得交個律師去判斷他有沒有侵權。那以我們這種朴素的眼光來看，它顯然是沒有侵权。你裕建小麵，你雖然你註冊了裕建小麵這個商標，但是是不是說你註冊了這4個字，別人就絕對不能用？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最大的問題在哪兒？最大的問題是那麼多裕建小麵告了那麼多所謂侵權的這個小餐館，居然他贏了。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在這兒，而不是在別的地方。也就是法院判這個案子到底是怎麼判？這個商標這種保護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是不是叫過度保護，或者我們叫擴大一下？我們自己想，我有錢了，我是一家上市公司，連鎖餐飲，我有的是錢，或者我是馬斯克，好嗎？或者我是馬雲，我有錢，或者劉强東有錢，对不对？他把跟京東相關的都給註冊了，他把京東相關什麼京西、京南，我都給註冊，完了那個京可以用天津京，我也再註冊一遍。反正我有錢，我所有的字組合一遍，我都註冊了。你們稍微一動腳就侵权，你小心點，侵权我就告你。這個是不是就變成一個恃強凌弱？也就是說你要這麼幹，那誰有錢誰就有理。我去把所有的都註冊了，你們誰也別幹。所以我覺得這個那就肯定涉及到過度保護，是吧？也就是說，那你這個你跑去註冊這麼多，那這麼多，我想它的保護一定是有限制的，是在某一個特殊場景下怎麼使用。那合着以後這4個字就不能用了唄，或者跟4個字相近的都不能用。裕建小麵，所以說我認為以我的眼光看，這個余建小麵它恐怕它不是侵權。所以說有的時候我們叫惡意侵權。惡意侵权什麼意思？
那這個余建小面，這南陽的這個小面館，顯然它是叫無意，對吧？即便我們假設他真的侵权了，那也叫无意侵权，叫无意识的，叫善意的。他腦中，因為他就是個重慶人，他在南陽做面，所以說自己腦子突發奇想，給他叫個名字叫余建小面。那即便他侵权，那也是一個善意侵权，而且這種侵权，他如果僅僅是这4個字，叫這個人家所有的店裡的招牌、店招、裝修風格，那一切跟你那余建小面完全沒關係，就餐的環境是吧？甚至產品面條，做的也不一樣，那這個就不能叫侵權，這是我個人認為的。就這種侵權，那就不叫惡意侵權，那你就通過協商一解決就完了。人家也不是來蹭你流量，人家也不是來侵害你的。這個為什麼這個事情在網上一爆發之後，一傳出來，大家非常氣憤，就覺得你或者你占着你的資本優勢，占你店大欺客，你来欺負這些小商家。但是咱們說的還得區分開，有一些惡意侵權的。什麼叫惡意侵权？那我把我的店跟你余建小面裝修的一模一樣，裡面搞的都差不多，賣的面什麼東西都一樣，甚至口號這個理念有大愛的都反正都一樣。那这种故意的摆明去侵权的，那对这种那必然是要给予法律的惩罰，這個沒毛病是吧？所以說，即便是侵權，你還得分一個叫善意還是惡意。所以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激起民憤的一個原因，導致網上很多人號召不要去余建小面消費，所以余建小面的創始人才急了出來道歉。所以這裡面我就不去展開什麼法律到底有沒有侵權，因為這東西是專業律師去研究。但是我想從法律有的時候它還是有溫度的。溫度叫什麼意思？就本院認為，法官認為他不是惡意侵權，那對他來說，再說了，他這個行為實際上給那個余建小面沒有什麼影響，對他的經營，人家就一個店，就在南陽一個那個地方，他一天就賣個幾百碗，8塊錢，跟你沒有任何關係。那從侵權的傷害來說，侵害即便是侵權了，他的對余建小面的損失可以忽略不計。所以說，我覺得法官本院認為他完全可以用自己的這種去判斷。那這個事情鬧得沸沸揚揚，實際上對余建小面來說是損失更大。他本來想所謂的維權，實際上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這個變成一個叫恃強凌弱，以大欺小。實際上這個不能怪網友生氣，因為現在就有這麼一個行業。我為什麼今天要聊這個話題？你看他這個余建小面的創始人宋琦說，以終止和外包律所的合作，呼籲商標保護工作科學良性展開。你保護自己可以，但是你不能以保護自己為名侵犯別人的權益。那你就跟地保老人是一樣的，對不對？那地保老人他就以保護俄羅斯族人為由，或者保護俄羅斯利益為由，他去侵略小屋，干涉小屋，說你不能幹那個，你幹這個幹那個，你就是侵害了我們俄羅斯利益，所以我就要揍你。這不就你這個余建小面不就是跟俄羅斯是一個邏輯嗎？所以你看這麼個事情在國內網上一下就引起了這個正義的網民的憤慨。某種相似之處，余建小面創始人宋琦他就說，我們已經終止和外包律所的合作，所以我就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這種合作模式、生意模式。所以說這個時候我要說的我一個親身經歷，所以我為什麼對這個事情咱們不要就跳開這個小面有沒有真的侵权，對吧？繞過這些亂七八糟的，我們要看到背後為什麼這個事情搞得這麼大，激起民憤。實際上這個就是品牌方把自己的維權外包給律所，外包給第三方，而第三方幹什麼？第三方是以賺錢為目的，而你的品牌方是什麼呢？品牌方是維權，是不希望別人侵害我的權益。你把這個事情一委托給第三方幹，第三方是什麼？第三方不一定是為了保護你的品牌，第三方純粹是我要賺錢。你看看是不是？雖然幹的是一件事情，但是他們的目的初衷已經發生变化。這個就是余建小面，他也不能叫失誤，這是他這個問題所在。你把維護自己權益的事情外包給了第三方律師事務所，導致他火燒連營，導致本來他是維權變成受害。那這個是什麼一個模式？在應該是5、6年前疫情期間，或者叫疫情還沒開始的時候，我一個哥們他攬到了一個業務，也是一家上市公司，也還不錯，科技類的。他們手上這個科技類上市公司，他們手上有那個字體的版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你現在手機裡面敲那個字體，什麼
微軟方正什麼宋黑什麼什麼一大堆呢，就是那些字體都是有版權的，還有各種你在裡面一挑个字体來用，你是個人無所謂。但是你一旦是個企業，你把這個字體用在你設計上面，你設計了廣告，你設計什麼東西，那你這個就侵權了。你要個人用，反正沒人知道，無所謂。但是你要把你這個你的作品裡面用在設計，有的人設計廣告、設計門頭啊、logo 一大堆的，有可能就要用到電腦裡面這些字體。但是這些字體都不是免費的，你要用就侵權，你要向這個權利所有人，你要去申請交費。大家記得嗎？有一個網站啊，名字我忘了，那個網站把所有的圖片都搞成自己的。說你要用那個圖片，你用了什麼設計或者什麼東西，用了他那個圖片，不好意思，你要交錢。有很多這個圖片是自己，比如說我拍的，對不對？莫名其妙被那個網站搞去了，完了之後我用我自己的图片被他告，那個網站叫什麼？我忘了名字，很厲害，也是上市公司啊，明白了吧？也就是他把很多无主的圖片，比如说有的已經沒有著作權了，比如說國旗，你要用國旗，不好意思，你侵權了，你得給我交錢。大家非常熟悉的、耳熟能詳的那種一眼就認識的很多圖片，以為這玩意我小學課本就有，我為什麼不能用啊？你一用不好意思，人家要找你賠錢，不賠錢就告你，法院見一樣的。那這個人家科技上市公司，人家手上有這個字體的版權，我也不知道他是從哪兒整來的版權，反正人家有授權。好，他就這個公司啊，老闆跟我哥們認識，他就把這活啊給我這哥們了，給他幹啥？就是去維權。我這哥們一聽這活好，他就覺得這玩意能賺錢。他不是律師，他就把我請到他家去喝茶，我們倆在商量怎麼樣去開展這個業務，怎麼樣去賺錢，跟我商量。我就跟他聊了一下，我說人家為什麼把這活給你，這個你怎麼開展工作，怎麼去賺錢，對不對？後來商量去，他說簡單，他說這活他們已經內部跟那個公司已經開過會了，他們怎麼維權很簡單，他小企業不管，他們就在他通過搜索引擎搜出用他們字體侵權最多的企業，收益好的，給人家打電話什麼意思？兩條路讓你選，要麼起訴就是500萬起賠錢，要麼你就包年付錢。你比如說1年12萬，你現在你買3年的36萬嗎？給你30萬優惠，你就30萬，就是類似這種商業模式。敬酒不吃吃罰酒，你要不同意就告你就賠幾百萬。反正這個律師團隊已經組建好了，律師函馬上就法院起訴。他這個模式就簡單，他就招那個有錢的。拿這個字體已經在賺錢的，比如說他這大的設計公司，那人家有錢，人家不想惹官司，對不對？你這一告完了，說不定真能贏，一贏賠幾百萬。後來一想，一咬牙，行了吧？我給你交會員3年或者5年多少萬，靠這個賺錢。通過搜索引擎把那些幹得熱火朝天的、轟轟烈烈的、有錢的再去訴他。小企業那很多小的就打電話恐嚇，逼他買1年的。買這個小的服務包恐怕就8000一年，你有哪些權益？那小企業一看自己好像你說不用又不行，用你說我30萬我交不起，那我跟你幹了，我就不行，那我就忍痛不用了。但是他搞個8000的，想一想人家好像也能接受。總之我把這個事情說簡單一點，他叫為你量身定制，你胖就給你狠狠的刮一刀，你瘦反正也得挨一刀。我這哥們就讓我來做這事，我來主持他這個工作。我婉拒了，為什麼？我說你這個活幹着這麼沒屁眼的事，我當時給他舉了3個例子，就是3種可能。第一個，你這樣去告人家，因為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以我的吧，我太了解了，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叫南山必勝客。好比你要跟網紅超市打官司，你要跑那地方打官司，你100%你輸了人家還反訴你褲衩子都賠掉了。那你做好準備沒有？你後面有沒有更大的後台幫你？當地打完了這個上省高院，打完到最高人民法院，那你能不能兜得住？對吧？這是第一個，就是因為你這麼廣泛撒網這麼整，你總得摸到一個刺頭，保不齊你摸到網紅超市頭上去了。那網紅超市人家吃醋了嗎？反過來一下把你抓起來都有可能，哎，對吧？當時還沒有這個事，當時還沒有網紅超市這事，我只是舉這例子。我這樣給他分析，如果你要摸到當地一個刺頭，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保護傘，都有自己的利益，人家都是跟當地的都有南山必勝客啊，你搞中他，保不齊人家一下反過來把你給辦了。這是第二個。好，即便沒有這些狠的，你說你剮那些可憐人，人家本來就在死亡線上掙扎，對吧？在賺錢和要關門破產之間，
在苦苦掙扎，在那熬日子，你又上去刮人家5000塊、8000塊，你说你这錢掙的圖啥？對吧？這你良心過不去啊，訛人一道。雖然他是侵權了，確實侵權了。剛才已經是侵權有惡意，還有一個叫什麼善意，就維權不能過度。後來我就沒同意幹，我肯定不參與。我那哥們他還投了幾百萬，把團隊建起來。他那個團隊很簡單，2個律師，剩下的全是打電話的客服，在那兒按照搜索引擎搜出來名單，挨個打電話。就我說你這打電話不就是敲詐嗎？剛把電話給人打過去，說你用了什麼，你侵權了，就開始怎麼解決？這就是外包，這就是有品牌方有權益的商標把這玩意外包給第三方。你說第三方人家是以賺錢為目的，就我那哥們接了這活，他就是以賺錢為目的的，他可不管你死活。人家算賬在那，我要請20個客服打電話的，每個人一天打多少個電話？給他基本工資，比如說4000一個月，他有沒有活？你得給他4000一個月，完了之後還給他交社保，他得算人工成本了，一個人一個月多少錢？完了之後我要20個人在這打電話，租辦公室租多大的，就各種成本算在一起，我每個月固定開支多少，那我就要賺這麼多錢，至少比這多。在那算收益，人家一道算法，他還得誰幹這事都想多賺錢，是吧？然後那你說他是奔着賺錢去的，那初心已經变了。為了賺錢，那他肯定是什麼手段都得用。結果好像幹了3年，2年多3年黃了。後來黃了，我又跟他聊天喝茶，說你這玩意怎麼整黃了？說當年我勸你別幹，我說你這褲衩子都賠掉了，真是褲衩子賠掉，這錢投進去完了之後，他說剛開始是有收益，有些人交錢，後來慢慢的也是正好後來趕上疫情，各行各業都不行。你一打電話說交3000，交5000，那你就發律師函起訴，實際上他也起訴不了。他起訴都是嚇唬人的，你說他到哪個法院，他起訴人家，得告人家侵权，要告多少萬？這官司一旦多了，人家法院都不接，你立案都難。他只能重點的打擊幾個跟人家扯，你真的人家那邊賺錢的企業，人家都不簡單。不說了嗎？都有南山必勝客，人家也不是這個柿子好捏，也不是軟柿子，所以說搞來搞去，最後反正他是搞不下去了。但是也他在变成個雞肋，就是說又不賺錢，還費心。他把這活他就不要了，所以講這麼個經歷，大家就知道為什麼遇見小面他委託第三方律師幹這個事情，你說他能幹好嗎？這種事情你也幹，那律師你知道嗎？好多律師都沒活，接到案子他拿不到錢。律師現在也是一個非常慘的一個群體，大部分律師過得不咋地。不要以為律師好像在中國就收入就高還怎麼樣的，就衣食无忧，不是，很多律師沒飯吃。他接到這麼個活，這不就來個活嗎？多好！你那全國他就到處搜，他通過各種手段搜索引擎，他去買企查查或者是什麼那些數据，買回來一搜，反正餐館類的裡面帶遇見小面的，給他找出來，把電話給人打電話，看这一個模式，我馬上就知道了，他就這麼幹的，把所有的全國這些餐飲類的名錄數據扒出來，搞個小程序一跑，找個碼農寫個程序一跑，馬上就把這個遇見小面跟他相近的這些企業全給你找出來，挨個打電話。他這個很簡單，8000塊錢和解，人家算好的成本，你給8000就完了，8000你就接着用，是吧？生意模式一模一樣，你要不也告你起訴，他真打幾個官司，打完官司的他把這個作為案例，他給人家打電話說，你看，要不你就查一下，那時候企業已經賠了10萬了，賠了20萬，你們看着辦吧。你要不想掏這8000，那你就準備法院判你侵權，到時候我索賠是20万、50萬，你看着办吧。那你說是吧？很多小餐馆的小老板，高中畢業的吧，他一听说法院傳票來了，腿都軟了，以為自己攤上什麼大事。後來一說啊，8000能和解，能撤案，那人家趕緊的，很多人就把8000交了。我相信被遇見小面敲詐的，我打個引號敲詐，肯定不是這一家，很多大家都是拿了8000了事或者7000，有的人看打折還到5000。最低不能低於5000了。你說一個電話打過去恐嚇一番，人家得5000塊錢，這是什麼個社會？所以說我跟網友一樣，很多網友為什麼很生氣啊？雖然他沒有經歷過這事，他本着樸素的這種認為以大欺小，了解內行的，像我今天講的這種生意模式，了解這內行的，那你就知道他這本質上已經不是什麼侵權不侵權的問題了，純粹他是把這個變成一個生意，通過維權賺錢，明白什麼意思嗎？打着維權的旗號去敲詐去賺錢。這個一下激起民怨，所以這個老板出來道歉。你想一想，去年是吧？那西貝跟羅永浩兩人意氣之爭，是不是？一下西貝
雪上加霜。現在西北我也不能說黄湯了，现在是苟延残喘。所以遇見小面老板一看，再不出来，那就变成下一个西贝。当然了，他現在也在走向西贝的路上，一定會遭到這個唾棄。所以這裡面我要還是重申一下，不是說你遇見小面你維權不錯，你防止競爭對手來搞你，來這個蹭你流量，來侵蝕你的市場，這個是對的。但是你不能把你的矛頭對準這個千千萬萬個小的這種人家沒有惡意的侵權的人。你已經上市了，你的市值20多億，對不對？你馬上就套現了，你就放過這些小的，他不是故意搞你，不是故意侵權，這些你何苦？這就叫為富不仁。所以有篇文章的標題寫得很好，叫起於市井，反噬於市井。我跟我那哥們說，我跟他講我的這個理念，什麼理念？就是說賺錢，我們每個人都要賺錢，但是不能什麼錢都賺。如果這個事情原來人家4個人做就有10萬塊錢，那你來做，你要把它做到，如果你來做，你還是10萬，完了這你也來分一份，那原來的4個人都不高興。你本來人家4個人分這10萬，你來5個人分這10萬，誰都不開心，這肯定有矛盾。你來了，你把它10萬做到15萬，你分到5萬，5萬裡面你們分，那這個大家都開心。也就是你做事要做增量，從增量裡面找錢，而不是在存量裡面重新分配。那存量裡面重新分配，你怎麼分都是得罪人。你多分了，人家少分了，人家多分，你少分，你也不願意。這第二個就是什麼？賺錢你不能賺有苦主的錢，就是我賺的錢是他少的，那誰都不開心。我賺的5000是他交的罰款，那你說他能舒服嗎？他能謝謝你嗎？他不覺得恨你嗎？我賺的錢是他也賺的錢，他多賺了，他給我的錢，對不對？那我賺的這個錢，他就意見就沒那麼大了，他甚至還感謝，是吧？因為也是我的參與，他也多賺了。你這種你深深的跟人家要10萬、20萬、30萬，不給我就告你。你這種人家也沒多賺錢，你光你不從人家那薅走10萬，那你說他能謝謝你嗎？他不得恨你？恨的人越多，你總有一天倒霉。保不齊有誰遇到一個極端的，那你說你扛得住嗎？你這玩意是廣泛撒網，廣泛撒網，你總有可能碰到極端的，不是個好生意。所以你看，遇見小面把維權的事情外包給第三方，誰你看看不就出事了嗎？對吧？這個正驗證了我的說法。你總有可能遇到一個案例，遇到一個刺頭，遇到一個特殊的，人家一下你這玩意你就被曝光，大白如天，你沒有人同情你，這玩意跟打劫差不多。雖然你也是維權，你是合法的，但是社會它不允許。所以這個也告訴我們一個道理，這不能為富不仁。你賺點錢不要嘚瑟，不要以大欺小，不要違背社會公序良俗啊！但是社會還有一個基本的公序良俗，你要是得罪了，你有嘴都說不清，何況這第三方律師初衷還有問題，人家就是奔着賺錢去的，已經脫離了維權的基本的動作或者是做法。好，這就是我個人觀點，供大家參考。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